开始，一开始。咱讲解哈，咱确定是哈，念各位处长，各位同修姐妹，大家午安了哈。哦，前人午安。非常欢迎哈，咱拄则这就是中文夫妻壮平的会考哈。这最近壮平的会考，是因为咱过去咱义和几年前就咧推动这个夫妻会考，这夫妻会考当时是咱义和去申请这个台湾基金的叫协会，透过咱义和这边人才到办5年，办5年。迄阵咱有邀请到玉山，邀请到迄个南印，甚至邀请到这个富城，各地方的常务。咱经过5年当中，会使到迄阵咱信姐做总干事做总干事4年5年拢去做所以呢，伊做了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个玉山。迄个林副总，林副总要搞好。以前记得跟俊杰跟进这个来帮办这个读经会考。阵咱义和办5年，想把这个读经会考来交互总会，咱台湾市这个分会来办这件案会，应该当中会较圆满，人会较合作。所以因此，咱怎把？因为咱当时计办5年当中，这个读经会考，怎送迄个咱的一贯的总会，单字协会来办。单字协会当中呢，因为讲要3年办一届，要3年办一届。3年办一届呢，伊今年咧办，应该是过去咧办会考的时阵，拢去到现场咧办。今年办会考的时阵呢，讲大家量早各单位来办，办呢，咱11月才会定时才会2啊，才会2那些颁奖，安尼所以因为这届协会第一可能伊也捌办，第二可能协会咧办有足济人，所以同一日咧办遮济工会，可能有困难。所以因此呢，当中因为研究来讲，咱各地方，咱这个单市各地方的单位来办呢，2大家出来颁奖好啦，就是安尼啦所以呢，这个话就是讲，毕竟咱前礼拜8月3号这个办了，因为读经，什么叫做经典？经典就是圣灵的智慧。若要甲讲起来，咱无智慧。咱都无去学圣灵的智慧。人讲出话讲，有样看样，若无样，咱该想。咱就想无咧，较想嘛想无。咱凡夫要去想圣灵的工作，咱就想无。你1楼要看2楼看会对袂？你2楼要看3楼看会对袂？你3楼要看4楼看会对袂？你4楼要看5楼看会对袂？那么，你5楼要看4、3、2、1看会对袂？安尼较听我意思啦圣灵的智慧就是已经对5楼看出来。咱凡夫就是1楼要看，要看到5楼，迄是看袂到。就讲咱而且无法度，咱家己的头壳嘛无迄个智慧，来去体悟着圣灵这深厚的道理。因此咧做法。但是咱嘛毋甘要做凡夫呢，因为我要学习圣灵，所以咱出话讲，鸟随凤凰。鸟随凤凰飞得远，人随圣言偏离了到处来讲。咱嘛认输呢，唔认输咧，跟随圣灵，圣灵已经把这个经典已经留落来。但是，咱各位多一个海苔，
因为咱拢家己的观念啦，我都背袂起来啦，我都老啊啦，我都老岁啊啦，家己提出的理由来搪塞家己。哦，你的付钱险吼，83岁151颗啦。我说人家咧8个金毛姜，我应该比较出色啦。但是咧，我3年无溜，叫8条手去。8条手搁到背倒倒来，我那个就是8加分呢。我嘛搁推金毛姜的地分，迄甲背甲吹到17分10秒，因为金毛姜上个当时到14分到17分，这两分上。这两分若背了，若背过，应该后壁迄拢简单，伊盘都较少。我嘛是用心呢，我若无用心，伊袂个走入我头壳呢。你无论先人啊、负责人啊、甚至老先人啊，伊嘛是伊用心呢。伊无用心，因为迄经典袂走来伊头壳呢，无可能呢。所以呢，今日经典是叫做圣人地位。咱认为啥做法，就是因为咱无圣人的地位，无圣人的道理，所以咱啥去做法。但是咱即摆要学圣人，圣人已经因为伊离开咱足久去啊，比如佛陀。因离开咱国父2563年，2563年，我得离咱长啊，好做离咱国父2000几年啊，对不对？因这离咱过来1000年啊，咱六祖慧能离开1300几年，这拢是足久的物件，足久的物件，伊把这留袂掉，也留袂掉。咁是安尼，所以伊这部经典，六祖观经就是六祖讲经互咱听，金刚经就是佛陀讲经互咱听。四种我叫就是孔子讲经互咱听，但是伊留来讲经互咱听，但是讲经互咱听，咱有迄个头壳去甲听物件无？咱妄同惯势，咱我若听着经典，心着惊，参出爱我的命，我是老背会起，敢是我有一句话，对家己无信心，家己提出来弄出去。因为我的人生就要做这种生活啊，我人生就要安过好啊，免得做毛，咱对家己未真正，咱对家己无用心，所以人即话讲，圣人成佛本来是凡夫做，敢是安尼？后面有人来讲，只怕凡夫心不坚，只怕咱凡夫心不坚，无要用心，但是咱来到遮做人，因为咱讲天地人三才是上宝贵，天地人为人上宝贵，对不对？咱人上宝贵，咱人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宝贵。而且要成就圣人，甲要成就凡夫，要成就着何种的，我哋才来成就。各位，咱要成就哪？咱要成就哪？问题你要成就的所在，你甲限对一个所在。你放在哪里？有一个故事来讲，有一日，一个这个傻咪啊，就甲讲就讲啥？讲，咱唔是过讲啥？人生什么叫做价值？人生叫做价值。好，这个有一个当中，这个树去个石头，去石头，这个沙面啊，讲你去这沙，你去这石头吼，甲起起啊头，这个石头，人来咧问啦吼，讲这个石头，你甲比我好啊。所以伊去去当中，但是比我忙袂去哦。讲去当中啊，是低头啦吼，低头，到尾一个讲，这个石头，我要袂话是讲安尼，无甲哦，这个去着无要袂。因此，对，因此讲，所有人出国甲袂啦，我无袂啦，什么叫做价值？因此无讲啦，你明仔载这个。石头甲起古董店，起古董边啊，即马起去了后，看古董人看这石头有偌济，我那个比5啦，比5几名啦，要500，但是你嘛袂去哦，
山石头那个在哪？我那嘛不卖啦，你听无？这石头，这个下去对个所在，这个个博物馆啦，个博物馆啦。即摆时阵，人问讲，这个石头是业比哇？因为这个石头，你博物馆的这石头，这叫做几多年前，你听无？500万啦，500万啦。你问卖哦，这个去的，因素，这个数，我们今天开到500万，你来买，什么叫做价值？因素来讲，迄个价值，唔是这个石头，迄个价值就是这个石头的地位。迄个价值就是迄个石头的地位啦，你听无？迄个石头你甲下伫路边，叫做偌济5块银。迄个石头你甲下伫你甲下伫这个古董店500块。迄个石头你甲下伫博物馆500万。安尼敢听我意思？啊，你有听我了无？恁人生要下对一个所在，恁要甲下对一个所在，恁是甲下伫恁厝咧洗衫。迄阿婆啊，爱甲下伫你的工作位一个工人，还是你甲下伫一个凡夫俗子的所在？当然，你嘛爱甲下伫圣人的所在，你甲下伫圣人的所在，你甲下伫迄个无路用的所在，迄个价值无相像。所以你甲下伫圣人的所在，人随圣人，品价高对不对？啊，那安尼当中，我请问，今日我们是不是犯对地方？犯对地方，今日下当来到这个圣人，咱坐这个所在，咱坐这个所在，这个地点好好。你今日去人下面教条，人来怎讲？你大家讲教夫，你今日去人家下面迄个啉烧酒所，你大家讲酒鬼，你若是我教条，跟你大家讲酒鬼，啊，你人家下面对。人家下面咱来活动，大家唔讲恁交鬼，大家咪讲恁酒鬼，拢咪讲鬼啦。活动恁大家分，所以重点是这个所在。但是咱请问，我这是要请问咱一个问题：人生就参着一条篮球，参着一条篮球啦。迄个篮球有前半场甲半场，敢是安尼？咱前半场拍输来拍赢。咱前半场拍输会歹赢，真你前半场拍输会歹赢。我连迄个爱上甲讲，我会爱上咱5甲嘛，我都拍白手啦。我毋过我拍输足济呢。我伊讲伊拍白手，我拍白手也袂歹咧。后半场，你输的机会较少咧，对不对？那前半场好输讲，前半场他规巴肚过巴肚，前半场他现得点的机会那较少咧。大人机会那足少呢，但是做无衰机会那较少呢，那上过巴肚较济呢。若是若依照圣人的意见来讲，咱就足济呢，敢是安尼？是安这半场输去，咱后半场呢，这个后半场袂使输去安尼，但是前半场有啥物件？有计较，有比较，有是非，有长短，有你我，是按怎咱来拍输这条，就是因为大家的合作。安尼敢听？咱大家做些是非，家庭的是非啦，公家的是非啦，爸囝的是非啦，兄弟的是非啦，做这补袂了，当作补是非补袂了。补是非的话，比如讲这条内底当中，已经都会输去，大家就合作无团结。但是因为过去往事莫提起，有一条我往事莫提起无？往事莫提起是安怎？往事莫提起，过去的输赢莫提起啊！咱今仔当然是因为你今仔拍无好势，害我输去；是因为你今仔去无小心，害我输去。咱即摆怎指责别人，你听无？咱指责别人有作谁？咱无指责家己，讲我今仔日无好啊，把这球拍好势，咱无咧反省家己，无反省家己。但是已经往事莫提起，这个代志已经结束啊，已经过啊。请讲伊，有可能人个变反过，输去也无变反，但是看后半场，就是后半场。毋过这个场呢已经结束啦，
前半条、后半条、两条都输去啊，按有机会无？你已经没有机会，他已经没有机会。但是问题你对一个所在，后边这场就是要团结，大家爱好好把这场的篮球拍好势。今日咱若阁无小心去，因为咱这世人已经输去啊，无机会啊。我想讲，守到中间，你对一个所在，咱有法度人对内心世界家己发觉着咱家己的问题，有法度发觉咱家己的问题无？因咱对发觉家己的问题足脆弱的呢，咱对发觉别人问题足认真的呢，咱感觉好无？咱发觉别人问题咧看一清二楚呢，咱拢袂当放过咧。但是对家己的物件，咱想怎？咱想爱无认真的，所以过去一句话讲，安怎讲？知己，当比者比成。咁是安尼，最大的敌人敢是家己，最大的失败敢是家己，最大的成就敢是家己，最大的一切拢是家己。所以人讲最大的敌人就是家己，无毋对。但是咱想法都是要切进来，对家己爱较认真，爱对家己爱较刻薄，爱对家己爱较要求，毋通要求别人。其实咱要求别人。咱要求别人，咱指责别人，咱批评别人，对你来讲一点好处都拢无，有好处无？绝对无好处。更加互这个场，更加互这个环境，更加互这个物件造成了愈这个风骚。所以咱今日伫修行的内底当中，相当重要，就是安那，我们要交的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，很漂亮的成绩，那个上好买，咱这世人。大部分啦吼，大部分时间拢过啊啦。那以咱而家姐姐的看法啦吼，可能有迄个较少年尔啦，佫有几个较少年的，吼，弟弟较少年啦，这较少，啊无啦，因这放较上啦，咱这个大家咧吼，平均讲好像60岁以上的啦，60岁以上有啦吼，但60岁以上啦吼，咱个用咱个内在的内心的世界，用咱家己智慧甲，你即马较想你1岁到60岁这个时阵，1岁到60岁时，你家己好好对你内心，你家己过去行过甲思想者，甲想者，你甲想者，我行过这60年内底当中，我是精彩较济，还是黑白较济？精彩啊，还是黑白？这两个你甲想看卖？当然，你若精彩较济，什么叫做精彩？我这世人就大人，我这世人做些，我这世人做秘书，我这世人做些事。这个部分你若想，我相信讲，咱师尊老人，迄个先讲，你要精彩，天来安排。敢是安尼？啊，咱今日囡仔黑白较济呢？像叫黑白，黑白话就介绍较自私啦，为咱家己啦。我被他接了，好，还有一个在哪？一个叫存财，是真正的来讲，你要存财，无名就来。所以咱的无名就是，离咱家己的黑白，咱家己的无名造成了足济啦，足济敌人，咱造成足济对立。啊，咱人生啊，若安尼，什么叫做智慧？你甲想想，什么叫做智慧？那想哪唔对咧？那想哪唔对咧？啊，若安尼无来改变，咱袂使，咱今日修道就是来改变。修道就是改变，但是一定要落实，唔是今日听听对，啊，只听着啊，可能就我明白。唔是，咱今日咱拒绝能够听到的殊胜，这个叫主题。什么殊胜？我觉得殊胜，咱唔单是那个殊胜。所谓这个殊胜，这个殊胜，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叫做殊胜。安尼敢听？不可思议，互你唔是用想象的到这个物件，这叫不可思议，叫做殊胜。啊，什么叫不可思议？迄唔人的来对。所以我想讲，一个人出问题时阵，拢有一句讲叫做哪？譬如讲，医生馆的当中叫做妙手回春，有这句话无？妙手回春啊！什么叫妙手？迄个妙手是个不可思议的手，不可思议的手叫做妙手。咱医生的技术叫做粗手啊，医生的手叫做粗手啊，迄唔是叫做妙手啊。对不对？啊，人有一句话，咱讲，
有福天做，啊无福呢，叫做天无，敢是安尼？咱今日去倒里啊，别这医生为伊的我，为这人伊的我，为这人伊的我，什么原理？这有原因哦，这有原因哦，这毋是无原因哦。所以有点倒里啊，别医生伊手哦，嘛经过迄个物件，咱做大概啊，迄无福。是毋是安尼？无贵言，咱讲来讲对不对？无贵言，确实无好无贵言。迄个无贵言，就是因为你无得，那么得保袂。但是医生，那么无事在你啊来呢，成事在天。人咧做啊来呢，天咧桥，敢是安尼？人咧做天咧桥，事实啊天要来桥互你呢，你要有条件，你要有条件，咱叫天来保庇。求天、求地、求后业、求本力，叫我一大堆。但是咱要做无一瞬啊，咱今日敢求，但是咱讲要替天做一寡代志，你来求，求嘛求无，啊若求无，当怨天尤人，怨天尤人呐，啊，咁毋是家己的问题嘛。所以你家己迄个妙手回春，就是讲上天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手，